666係啟示錄第13章所提到嘅獸之數，聖經稱之為人嘅數目。呢個數字並唔單止係一個神秘嘅密碼，亦唔係一種科技裝置。喺聖經整體脈絡入面，666代表一種冇神嘅人本中心嘅統治，並且發展到極致。佢模仿上帝嘅秩序，但排除他嘅主權。呢個就係一個離開上帝而尋求權柄嘅體制標記。啟示錄入面出現兩種印記，上帝嘅印記同埋獸嘅印記。上帝嘅印記並唔係真係喺額頭刻上一個晶片，而係象徵屬於上帝，同埋喺他保護之下。同樣，獸嘅印記亦唔應該首先理解為科技植入物，而係象徵對某個體制嘅忠誠，以及敬拜方向嘅選擇。呢種理解更符合啟示錄本身嘅結構。喺聖經入面，額頭同手通常象徵思想同埋行為。因此，上帝嘅印記同666並唔只係外在嘅標誌或者數字，而係一種宣告，我嘅思想同埋行動究竟喺邊個嘅統治之下。啟示錄指出，經濟同政治壓力係真實可能發生嘅，買賣受限、被排斥，甚至遭受逼迫同殉道都有可能。但核心唔係被強制使用某種裝置，而係人喺自由意志之下所作出嘅敬拜選擇。有啲人會堅持到底，屬於羔羊。上帝嘅保護並唔單止係身體平安嘅保證，而係最終得勝同被分別出嚟嘅應許。666並唔單止係令人恐懼嘅數字，而係揭示末後日子統治本質嘅象徵。真正重要嘅唔係數字或者科技，而係呢個問題：而家我究竟屬於邊個？